无明白几哪行，头一行我讲人家，达人无明白正事率倒落来，达人，你知正事率系咩？唔知，你知我正事唔知。你若是知正事，你是大啲地擊把你起來啊！哎呀，我唔敢做隻惡了，因為大啲地擊受苦，所以你看有嘅人啊，嚟出事大啲地擊，你看你會知，歹生地，骨粒，當真啊，像我碰見情氣啦，要嫁人啦，要嫁人，哦，這是地擊。那是做餓鬼來出事啊！你看細漢人，喂，你又古靈關開隻，一點了。應該就3、4點鐘就點話整一個，喂，有老鬼啊！點話整了你都愛食了，下落去。你看有當時啊，無夠點話整啊，3點鐘啊，喂，古靈頭塌落去。有路鬼，他们是有路鬼，你把他做鬼来出事，别到哦。所以你看，了有的人咯，戆大街，喊你不敢做，无惊天无惊地，一叫伊骂，阮才叫查某干来，嘿，来，做这个好啊，这个叫做无耻，伊无明白。所以一个人啊，伊若是看到正事，伊伫倒落来出事啊，伊大伫出边啊，伊真要讲，伊唔敢。安尼不大讲来，1000人999人是大伫苦嘅所在起来。这虾米来？地擊禽獸餓鬼，又尖又怪。有个人这边爱落火，但无向边落火，但无做人乱去查。伊讲你看我咬我，你是又尖又怪来啊！安尼啊，你讲老咗啊？是只小的人啊，所以这个就是不大看。人种这个就是正事看不着，人家乱做。第2项叫做无耻。这死了要去倒落，那是大人在讲，我这死了我讲要落地狱，大人会惊。妈哟，我唔敢落地狱，假如唔敢落地狱，你唔敢乱做，假如唔敢乱做，啊，袂你真正好会惊。阿妈哎，阿妈来咯，妈 sorry 哦，我唔敢哦，我那是做落去，我听讲我落地狱，我买咯。所以人来在讲啊。我将来我要去大陆，你看哪？你看世间，拢种野车来了。你看破抓达日，就是我做囡仔点啥？murder case 无啊？今年不就闹3道有啥 murder 叫他们怎样话？太死人、欠死人，看哪无咯？200块抢无了，你。叫人家查某穿一个假链地安尼样，这里不是假链地，伊是有，伊是叫人家金真正假金，抢了这马就讲，袂使啦，你安怎来拍抢啊？袂使人家都欠咧，查某囝人看这破抓，我听人讲真诶，200块欠死人，佫袂要紧啊！你看看啊，这乱来乱做，这咱们乱做，你看看啊，我听这边咧啊。摩托车个过100人都倒落去头先，倒落去了怎么样？再来检查底下有雷无？你若是无雷嘛，是铁一个命不大。所以你看他那人啊，真正恶毒。哎呀，搞了人他那咩？拢种假死，伊无趁落地嘅。有的人啊，我无要紧啊，就啲木啲吉人正我要落地嘅啊！我讲人安怎样木？伊人食咧狗的吹啊，一块到1000块，新加坡做10,000块，10个人食，一个人出1000块，好食人不要紧。伊好了，一只蠓鸡，煮落啲咧空头壳烤出来，咧头个刺，
那一人家一个铁腿，哭啊，哭个啦只，个你想法，你是咧忘记，人家你来答，哭，我就去喊哭啊！有啲人阿未死啊，嗰個係病二碌啦，靠哦，好食，好食。人家嗰一個人做咩啊？食一隻舊形件，搭啲一個鐵板，一底係火，當係一個條，挖個骨骨油倒落去，要一隻舊形起個落，打到一個熱一擺起來油噗一落。起了落，有土司人，你看，興發個尾來啊，一落起，一卡撲爬了啊，但你就撲爬了啊，尾來無力了倒落去，冚咩力，司機卡個倒落去了，跟佢小姑哥，好啊，食飽啊，好啊，樣個 F46啊，sex 啊，好啊，真係用。這類是咩啊？興發人啊，1000塊一人就出1000塊，這個1000塊是買單，愛去地嘅行位邊啊。所以看人嘅戇無啊，從來要去地嘅都未走嘅啊，你興發人啊，人啲哭人啲喊，你啲笑，好，你看好，綁掉了要去大陸。所以我你要做到淡薄好，無但叫人嘅目睭伊綁掉，伊要趁到較好嘅目睭，伊要趁到陽光嘅目睭。特別人無做好嘅人啊，亂做啊，伊要趁到鬼嘅目睭，特別地獄嘅目睭，地獄嘅耳啊，地獄嘅鼻孔，地獄嘅喙，地獄嘅香菇。有嘅人講。人嘅目睭甲地嘅目睭嘛是相，目睭是目睭，人嘅目睭有當時看到好嘅物件，睇看到，像我睇下無了，像你人目睭佢睇看到，喂，大波人，喂囝，喂家庭，喂厝，只要佢聽到，伊囝講，媽媽喂。人一個聽聽就會大波人講，大靈愛，地嘅人啊，目睭看咗啊，講到哎呀，哎呦，所以你看有人也未死嘅時候，目睭開大淚，哎呀，就死啊，係咪事？看掉了，這唔是我該聽嘅，這裡是論中經不得聽出來。魚啊聽到啊，救命！我唔敢。這個是魚啊，鬼嘅魚啊，鼻孔嘅味道咩？曬灰糖皮油，臭死啊！按嘴嚼咩？糖皮曬油，你看到啲地嘅尖椒咧啊，攏種個了是歐龍嘅物件，按你就食，你無食。你咬，你食吞不落嘅物件，所以啲疾病啊，今日你病來出事是苦，係咪是苦？你要愛到對一個人嘅目睭，你就要做好。你若是無做好，一個人嘅目睭無。你要做好，伊壓迫你做好，係咪物件壓迫你做好？有槍無槍？像我叫你講，小白話。你話日嘅電話啲後面，生我小幫我死鬼啊！些事都冇係，所以這個是叫做壓迫。所以你看嚟出事啊，英國壓迫人就要做好，你若是冇做好，目睭冇了，耳也冇，鼻孔冇，你看鬼嘅目睭，鬼嘅耳，鬼嘅鼻孔，鬼嘅喙，鬼嘅香菇，鬼嘅香菇按怎樣？多睇你白電學交隻，他正吹到風一個補起來，你過睇，這個睇你看，簽咗一個茶莊，你就白接流了。
咱这个刀子开了目一点，所以你看到这地级是真正苦。所以武大讲啊，来出世，无论讲你出世做人，还是做翁公，还是做禽兽，是来担抗。因为虾米事？伊压迫你就做好，你无做好，你无趁呢这物件啦。所以这个是叫头一项苦。第二项要看到虾米啊？看到啊，这个苦原因是对贪，若是无贪，无这个苦，无贪无因果力。这个是叫做贪，贪若是无执着无，执着无有无有无无出事。所以你看，到底是虾米啊？是真个伫害死咱贪。目睭看到唔通我贪去，鼻孔味到唔通我贪去，这个是佛的假事。目睭看到，那是讲一个人差不多水，差不多看，咱知讲 quite pleasant，quite pleasant。唔能讲水哦，我爱哦，这个我爱袂使落。所以这边你看，一刮掉这个因果来，所以不要看到来渐渐来出事，就是讲对这个爱。按这个爱会真正坎坷过，因为虾米事？因为几百million事，咱渐渐有这个爱，所以你看这个爱啦，伊渐渐做咱来出事。所以你看有的人若是伫坐禅坐到9日，伊到一个坎站，伊呀，你加食饭，哼，有食无食无要紧。哎，这里啊，有食无食无要紧，伊是虾米啊？伊呀，啊伊呀，伊无爱。若是这类似啊，无坐禅咧，食饭，都有时啊，咩，那虾米啊？哇，好了！哎，你看伊坐禅到了，到这坎站，加食饭，哦，较忙，伊要坐禅。啊，咱你来了看，伊嘛煮完咗 special， 伊也无讲，哇，好了，无，看到有食无食无要紧，这个就是坐禅进步，伊个爱直直无，直直无，直直无。所以你看这第三个，第三头一个是知讲来出事就大苦，第二个就是叫做头一个是咱叫爱知个四谛法苦。第二个是接原因，这个苦就接到落来对爱，按第三灭，你若是坐禅到日，你消灭，还是掂起个这个爱，掂到三百无半点的爱伫你心，你看到立团，你看到立团死到，你脱离这个生老病死。这个就是佛教的咯，所以这个第三项就是叫做灭，消灭这个贪。所以人若是无贪，伊无来出世；人有贪，就来出世。道第四项就要知道，安怎要消灭，安怎要刮下这个贪，爱对这八正道。Noble Eightfold Path都来做。这 Noble Eightfold Path 故事我大一边讲了是无？我有讲了，对甲搭这条路呢，这条路若是你对了这个八正道，早甲晚，你是跳出苦海，但你还未跳出苦海，你哪直直对，到底你人是一步一步地去天顶，天顶了你直直去，你无落地嘅。所以到这边我讲互你听是咧。靠接力道这四谛法，所以这个四项害死咱。头一项是略见的 object， 目睭的 object， 目睭的目标，耳仔的目标，鼻孔的目标喙，所以叫做略见的爱。大人注意个伊。第二项就是
因果力。第三项对见，咱的 belief， 咱的相信，达人相信，达人先相信啊，伊莫接受别人的相信。所以武大讲，唔使去信这个，唔使去信呢，唔使去相信这个，唔使去相信。无的生武大无讲，你来相信我，我教你你对。武大讲，你照看，你照观，你唔爱去相信，你看，你观了，你看着无常，可无我 ，everything 无满足，然后你直直观，无常可无我，未来。你看到神甲化，神甲化，如果直直去，未来你明白，什么是我，无我，你看无我，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你是死了死过罗汉，死了无过来出世，所以这个是叫做有了见，甲第四项就是无知。ignorance 啥物正视，未记甲正视，你敢乱做。第二项，未记讲，唔知讲，过了这事，我死了，我要去出世大陆。那是大家人知讲，我搁要去出世做恶鬼，伊唔敢做哦。落来，伊无明白。拢总来出世是来打考，什么事？一个跟来出世跟，伊人压迫咱就做好，无讲我爱做我家己做，我咪做咪做，伊无互我自由心 ，I'm forced, I'm compelled， 啊无话讲，所以搞到压迫啊是考。所教啲就我讲为止，好多人。要问我虾米问题，我就了咪，害人问淡薄，了嘛就我就讲阿伯，虾米事即商家些事啊，较浅淡薄，即个伊叫我讲，袂使上深，袂使上浅，你是坎坷讲话。OK， 就要问虾米会使问？虾米事来商家些啊？我问你人几句话，我只讲31年的，你人有听到无？有哦，对，31年天地有哦，就是无听野手我要知。少个济人听，你看，马仔我吃淡薄互人听马仔较浅淡薄，今日较深淡薄。伊叫我当袂使上抢，要坎坷大淡薄。伊爸妈我通讲淡薄经互人听啦。actually 通我讲的经是啥 ？actually 佛讲，一个人老人一起归心去了。达的老人要入归心的点啥？有看心几哪项？头一项伊希望，特别你知无？在这个达人若是要离开世间的点啥？到咧点啥？拄好要断开的点啥？你人若是注意看，伊有出现互你人看，几哪项的事？有时伊讲话。有时伊看到，有时热手，但是我唔知路人看到虾米，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要互伊知，讲伊要去倒落了，所以路人无注意。特别若是会晓拜佛的人看伊安尼啲，伊伫做虾米了伊人若是知讲伊做的物件是无虾米好，还是伊夸心。了搞的人，伊人就安怎做，伊人就看咩去，有时开这个严经的碟互伊听。有当时伊人真正坐车平安，伊人若是破病食力了，伊直出去，现无虾米事，看了无虾米想了，伊人看咩去找虾米，去叫和尚来念经。
所以目睭看到回笑，了回笑坐伫边仔门窗边念经，伊个心 concentrate on 佢个经 ，and then 伊通去好个所在。但係即個老人無顧無注意，我都唔知佢發咗要離開世界嘅事，伊安怎樣？我知我講你聽幾哪行，我去啲邊咧，我等下做幾哪年做嘅時候，我看有一個伊要斷開嘅點聲點無點，伊叫伊八隻公八珍寶老阿五老係咪嗰隻死了嘅？即個就是伊出現落嚟看。籠中來啲邊啊，嗰啲是籠中真正死了嘅，所以這個物件就是伊是出現落嚟看，伊要去啲倒落嘅所在。有個人伊做好，你看伊看到物件無像，你附近嘅再來是一個老人，伊是真正做好真正濟，伊要斷開嘅點聲，伊看到馬車。一頂馬車一個紅光，一個頂馬車一個紅光，然之後紅光叫講：阿伯來我嘅車，我一個講來我嘅位，來我嘅位，小姐六頂嘅馬車，六眼嘅紅光，要照伊去，因為伊啲人到啲世間做好真係濟。咱你看有嘅啊，伊若要出事啲別嘅所在有嘅啦，我就是啊。我捌過老人經，了你看位老人啊，伊故事無做好，了通啊，伊到啲老人經，伊要斷開嘅點聲，佫計兩三日，伊食屎，伊家己嘅屎摕出來，伊痰皮屙出來，了摕來煮辣像食 ice cream 咁樣。所以即個是出現咯，話人講，定人話講反省 ，actually 是反省，咱未曉講是伊反省 ，actually 伊 sure 你看講。伊要去出事食屎嘅物件了，了有誒啊！你看伊講話無像，毋是話來，伊樣講話，其實伊要去講嘅物件，伊是啥出事啥禽獸講話無像，所以即個無得講啊，因為老人未曉無理心，老人無聽佛經，了老人無注意過。有個人講人就破病要過，即過蝦米啊？過看伊反省，安怎樣反省？你若是看，你看唔使講，我故事我係丈夫，我係媽的咯。伊要斷開嘅點聲，伊漸漸叫，伊人要冚你糖啊 ，because 伊啲食來了，我伊96歲就死 ，and then 你冚糖啊個半暝，伊講唔通冚，伊講我會走啊，唔使冚。然後伊講，mother，半暝真係冷了，驚到冷，講唔通冚，我聽回想啲念經，你來冚了我聽袂到，所以這個就是講，伊出現來看，伊要去一個所在，人啲念經嘅所在是好嘅所在了，所以我故事我講，伊是真好嘅人，無怕插無參人嘅事，所以這個達人要離開世間啦。老人做件事，安尼老人一故事唔捌聽經，那是聽經了，冚你知講我係爸安怎做安怎做。恁我人肯定會知，了叫來了念經了有當時頭殼手一攤起好嘅所在，所以這條老人無做唔要緊。特別你要知無啊？達人啊，因為伊要離開世間嘅點聲，達人跨心伊會家庭。有個人看心會無驚，有個人看心會解會，有個人看心真係濟行，若是福業人好較死，看心真係濟行。了，因為人若是有看心，伊毋甘離開世間，伊毋甘離開個厝，伊無通離開個厝，伊要斷開就斷開了啊！有當時伊做。成人講鬼大啲厝，了有個人講安怎你看啦？啊，故事咱嘅厝無即個物件，通啊漸漸，萬一古一個看到，萬一古一個看到，有個人講做起來是聽到，一靠隻蛋，伊蝦米蛋，即個解了就是講啊，伊出事做個鬼掉啲厝，因即個個鬼啥物啊？伊是因為要斷開嘅點聲，伊毋甘離開即個厝。無聽到伊看心會無聽到伊看心會驚，有
有诶讲，真正西洋一般会顺，伊看心会顺，所以这个看心是唔好诶物件，所以不大有讲。若是讲女人，若是知安尼，他若死了，你听讲这个厝有安尼物件，安怎要倒容伊？所以不大讲啊，达咧老人啊，伊要断开诶点啥？希望一项啥物？希望讲。超度看我若是无通去出世好诶所在，我来去出世做几年，应该女人做囝子，看要刀卡就互我挑出一个毋通做几个咧。安怎要刀卡手伊，就是不大教，这条经是不大教，讲啥物？看要保持，保持咧成大马路人做，我来食，啥物事我来大啲观察比食，我食诶时食了。若是讲伊做过鬼看到，伊人伫食，然我诶囝甲了会晓保持，然伊欢喜，伊将三度现在，噗，伊脱离这个做过鬼，这个是不大讲诶。你啥物事？这条经是不大讲，呀他瓦里瓦哈布拉布里布兰蒂，这是不大诶话。伊讲啊，你伫保持回想出家人，伊若是讲得到。是讲你做功德互伊，你做回向，伊若是食饱了回向互伊，伊谈功德是上个讲的呢。伊水啊，你看水定着行，伊无讲水起山，伊定着落山较低位。所以功德本是上个水的呢。今日你人是来做，你人是做人，你子孙个了是人，了你做的功德是七。好，这个回想食，了要回向可以，这个功德落去一底，落去一底是就是，那是做鬼，伊随谈，结只个人就是这个无鬼，伊随会谈，所以这边系一头话你话哈，这是讲功德上个水对水流 ，and then 那是讲这个人，那是讲佢出事 last minute 你无趁去好嘅所在，佢去出事做个鬼，你人保持这个。早起我伫食饭呀咩，随一谈，一脱离一个免做鬼嘅事。所以这个头一项，达嘅人要离开世间，达人开心。我若是超度较无通去好嘅所在，我希望我嘅囝斗骹手，互我脱离这个。所以这个是头一项，冇得讲。第二项啊，达嘅老人啊。伊要离开世间，达咧是希望的咩？一半项我做无了的工课，到底世间，我希望我的囝甲我的祖啊，做回清楚调节。啥物物件？伊做无了的物件，有的家庭我唔知这个家庭，有的家庭安尼啊，一个老人伊就倒落去，伊。有囝啊未出头，嗰啲伊就啲饲嘅囝细汉嘅囝嗰有啲，所以若是要断开嘅点啥，伊看心啊，我来倒落去了，一个细汉嘅安怎做一句话无？所以希望讲，伊嘅后生甲伊嘅祖啊，就要顾伊阿弟，会晓听无？所以这个就是讲，伊嘅工课做无了嘅，伊希望伊。后生甲伊走啊，就要斗过。那是伊看达咧未下入，达咧走啊，达咧无插，阿咧无插，达咧个无插啫，阿咧，阿咧怎样做？读册读半段，无人要看病，阿爸你无伫，所以这个会害伊看心要断开嘅点声，所以。一个人伊要断开嘅点啥？伊希望讲我做走啊斗过，特别女人家庭我想无啦，甲咧大汉了教完了，有嘅家庭是有安尼样，所以我讲互你听，照这福经我写出来互人听。了第二项，一个老人伊要断开啊，有当时啊，伊有啥讲，你会发觉伊有嘅无对无？你马到是无？安怎老父母一本叫亲的啊，老的啊，特别有的老人讲话是安尼，亲的老的，这个老的要断开本来想，我若是倒落去，
我的亲的有人顾无，有人看心斗看，伊破病有人顾无，所以这个伊希望讲伊后生甲伊查某要顾阿嬷，所以女人今日特别想讲顾虑mother好好事，古时阿爸有伫个点声，阿嬷若是有苦，还是有破病，还是有激心，有一个老的参详。今日老的无伫，老的无伫，若是囝佫无拍吵阿嬷，后生无拍吵阿嬷，查某无拍吵阿嬷，阿嬷 is 苦无人知。所以这个工课就是讲，伊做无了的工课，女人今日的责任就要顾。阿嬷话讲。What is dead is dead. Duty is to take care of the living. 死的就了了，阿爸无去了。但你活的人现时大啲咧目前，你人的责任就要顾。And then 我知有的家庭啊，伊人今日拢总去外厝去趁食。咧有的所在，若是咱知讲啦，有的阿爸啊、阿嬷都大啲厝。了讲，若是睇那阿爸无，咱袂使讲去有个人，这是我讲人家庭是无，特别有个家庭啊，伊人去食头路新加坡就好，安尼你问看阿爸无了，你话有个有倒转来无？这个阿爸无了免转啦，一年转来一道，所以这个是无法度。因为虾米事啊？阿嬷住伫厝有当时袂。at least 要看囝要参详要问，无当问，所以这个就是讲阿爸的工课无了，有人今日要摕来做啊！有人做法我想无啊，想这我是照讲古经嘅内面讲，这是第二项。有的人啊，伊正伫做生意上，阿爸伫做生意了，一老人就倒落去了，还是讲伊参咩咩做生意，还是有贫苦，还是有虾米？今日的责任就要顾，上甲阿爸的顾，所以这个家庭唔通散，了家庭的生活原在伫咧，原在伫行，所以这个就是逐个老人要对开的点声，有想这个物件个了。第三项，这个老人伊要对开伊要对开的点声，伊看心讲。白日我的囝会对会 honor family tradition， 当然我按照讲 family tradition， 咱家庭的风俗，我人想讲我人相信这个物件，我的囝子就要对，唔通讲阿爸就无伫了，拢总阿爸无伫了无拍吵了，我人就 Christian， 一个就 Christian， 一个就 Muslim， 一个就虾米，拢总当人的风俗，拢总无了。古时唔敢 ，because 阿爸有伫，无人敢。如果看有家庭嘅，阿爸就倒落去啦，一个就回教，一个就叫人家教，一个就Christian， 一个就虾米。所以这个就是讲啊，伊希望讲我嘅囝原在好好合合，所以原在啲行嘅路是对我人当人嘅风俗嘅路，你有听无啊？ The family tradition, and then 这个当人的风俗是啥物啊？咱当人的风俗，咱的 family， 咱的家庭啊，是爱好好合合。你看，过12月尾，见到一道人做叫做围炉，你人知无？你人捌做围炉12月尾段，你马在新家，阿妹人做。 煮了来食围炉，你人捌咯？虾米意思来？因为这个故事中国，咱长山真正艰苦，大人若是讲有10个囝去外厝去偷食，3摆爸母大伫厝，唔知讲囝无转来几日。 特别安怎又无对，几年无对，见到12月尾要对来围炉，所以阿爸阿妈会看到，我的囝10个对啊，别你只9个对啊，一个无对，会知讲一个失落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 family reunion， 家庭合起来。所以这个就是咱唐人的风俗。所以阿妈有啲，你人若是讲白日有教会有虾米了，一人去一位看家，本就要想甲家庭有做大日子的时，应该就回来，想讲见面。我哥啊，我嫂啊，让你我故事我孙故事细汉人啦，他那大汉，这个就是叫做 family reunion， 合起来。这个大个老人要对开本希望，讲我的家庭原在安尼 ，remain united， 无 united 是啥物啊？无和合。你要看有的家庭，这老人这倒去啊，大哥甲伊某搬出。二个大搬出，三个搬出，拢总搬出。and then 三摆囝，伊个囝拄着，唔知讲是大病是这病兄弟，唔知个了，散个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咱唐人风俗，唔是安尼样，唔是讲愈这里愈咩，愈会食咱，伊会食咱，伊会食咱无。什么？甲了要占卜，囝子是正是老人的家，and 老妈个有啲 still 都要互你家庭好合唔通互人讲老人你看old man 到了你家散个了，拢总个了无虾米无 union 了。then 大人希望讲我的家庭快乐。到了这老人要死了是讲我看我的囝白日啦，这个囝啦、查某啦、后生啦，正就是狗甲猫自己讲家咯，无人爱，大人要希望讲，原在我的囝儿拢总好合。这个都就要安怎做？不大有教，咱们是人大伫这个家庭的位啊，大人大细要讲话，爱有礼貌的话。爱袂伤着人的话，莫起身地乱讲话。所以你人若是大伫这个厝，到入来伫这个厝了，你人若是渐渐会记这几句话，这几句，我跟嘴讲出的话，袂伤着人的话，甜的话，听了真正冷的话，啥叫所以安这样袂使谁讲乱呢？这个就是叫做甜的话，袂香的话。路人但是讲话甲阿妈，讲话甲阿嫂，讲话甲阿哥，那是你渐渐会记这几句路人的家庭是真正快乐的家庭，真正有礼貌的家庭。甲到过这个嘴呢，你嘴那是渐渐甜，你慢慢会起生地，就是嘴本恶毒。生地本起，所以这个物件，安怎样差不多咱要会记，这是我人的 family， 我要教我的 family， 我的家庭，互伊真正快乐。我无爱讲我人的家庭像个狗甲猫，直接甲人讲切拍甲二狗呢，那是狗呢是红针呢，棒白兄甲棒白手平平，买。所以大部人讲话甲查某爱有礼貌，也爱有啥甜的话、好的话、有情的话、笑的话。咱你看家庭是真正亲，你人唔通想讲你这就是真正亲，无影无食。你捌看我有的人真正好食，摩托车毛三顶，特别你看人呜一顶，查某伊某换一顶，不是你叫呜一顶。他正去当，过一个大波人，老人早去食个比价咯，你看，过一个去晒，你对来你看，无讲话，然后你看他正咧查某讲，廿只老咧爸，听你阿爸讲，我无有几好讲，叫伊廿去，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无 practice 安尼样，你鸟我鸟你冲伫我冲伫你。这个家庭不大讲啥金强弱路，唔是讲有钱就快乐，无钱因为你食到嘅炒油咁会肥安尼呀，特别你鸟我鸟你冲地我冲地你
啥物你啥 respect 我，啥讲有尊敬我尊敬你，这个是真正快乐。你人听好，你人对，你人快乐，唔是讲我快乐，所以你对这个物件。但个老人要离开世间，希望讲，到我倒落去，我的囝子唔通去四山乱做，到四山乱做，我的家庭名声无好。所以唔使讲，若是讲啊，到了农庄只囡仔乱做，去买去食白粉去虾米，激心无？阿妈激心，阿爸激心，阿妈激心，农庄激心，所以去伫外面别使乱做。所以这个爱讲，但人爱希望讲啊，趁食要趁食着咯，唔爱去讲去做只无影无食，卖白粉呀，卖虾米啦，走势啦，这个卖，这个甲了冒险的事。and then 有自己人讲啊，大公做无煞，自己海水就食，所以这个福建嘅仔来讲，趁食要着咯。人女人做查某甲做后生，他那有囝个了，这个囝是一老人嘅孙，人讲公妈小孙个了，所以女人嘅有地本就要顾女囝。所以这个老人落来一代一代，孙本乖，所以因阿哋做爸母，女人做爸母，女人就要顾虑囝子，唔通放开人去家己，当中其他都自由，去参朋友变自由。这个人囡仔听好，这边参那边参，这边参那边参，无甲阿妈讲，无甲阿爸讲，未来当中去参就唔着人，要去调着白粉。就调着白粉了，你看啦，规间厝，女人系女人头铁，就要食白粉。那未来啊，人达人惊咯，所以这个物件，女人就要顾，阿爸阿妈就要顾。女人囝本质唔通做互阿爸阿妈流开，有听无？这个哈，第四项，这边是无听到我唔知啦，特别有嘅所在啊，我来去讲经，有时我讲这经。不再讲啊 ，be worthy of their inheritance。但係老人伊要對開嘅點聲，伊希望講啊，我放下我嘅家伙，我放下我嘅啥講有厝啦，還是樹林園啦，還是地啦，還是啥物，還是生意啦。伊人希望講，有嘅查某啊，伊人有放下伊嘅金器，因阿都是放，伊希望講啊，我厝嘅物件，希望講我嘅囝子。收好，好一代过一代。你再无是国家人，啥查某，伊人来要对开啦，让人古时有高罗山领地啦，高罗山啊推啦，要选择嘛，哈咪拢种，这个有时国家物件，伊人是，特别有时呢，伊要对开点啥分互囝子。这有的囝子就趁着这物件，拢总摕去算了，去买去卖迄角了大肉里大虾米，所以这个逐个老人伊有剩虾米物件本咯，伊逐个希望虾米，希望讲我的囝孙得着我的家伙，唔通大损这个物件，若是唔通大损，互这个家伙直兴，了把这伊落互伊囝，落互我的孙。一代过一代，所以这个逐个老人要离开世间，伊家家有听，各地对后尾到不到有烦恼。伊讲咱阿爸阿妈有伫的是咱行孝，特别看咱阿爸阿妈无，看咱阿爸无阿妈有，咱 still 就要行孝，像个阿爸有安尼 ，still 袂使讲阿爸无了免啦。老人，你再无啊？当人会讲，当人不管是爱讲一句话，一个老爸会饲10个囝，10个囝未饲一个老爸，有人捌听安尼款的故事无？这个真正真实的故事，安尼虾米事啊？10个囝，29个岁要为咯，无叫阿爸转，甲人搬出，一人一个家庭，一人一个家庭，你做个月讲啊，我阿爸无等到去第2个囝去食的厝。第2个囝讲无定做去我个月厝食，无帮人叫咧老人小本分，29个岁，逐个人食啊饱饱，伊直着饿，10个囝无帮伊叫伊，
所以这个就是人讲啊，10个囝未饲一个老爸，老爸一个老爸会饲10个囝，所以今日你嘛有伫，你人就要做上了阿爸有伫，阿爸伊这个阿嬷是代表阿爸甲阿嬷。你要想怎就不得讲啊，你唔使去行暗哭头。你哭頭噶，你頭殼精，我老講啊，學我去田丁沒用。外面你亂做，啲老命大冇，你按照去田丁，特別不得教。那是講路達貴，要行好大冇，過了大冇4行，真係要緊。細行路出事來有妹妹，就最起路大，阿爸阿媽起路大。安怎樣大？搭對你食的是阿爸阿媽互你食，所以今日你就要看阿媽的食，伊食夠熱無？伊食有巴人無？伊做一個媽，做一個老人，唔通講啊，食會飽就好。咱做少年人欠淡薄，互阿媽食較可能，這個就是不大教的咯。你若是要行呢，你死了是去天頂嘅人，你行好，你有情，這個就是要教對食愛教。你講啥物事？咱細漢嘅是阿爸阿媽教咱，看下咱就要教到對伊人食。你知無細漢有妹妹，你穿嘅衫褲倒落來，阿爸阿媽，對無？唔是講去街路。你波抓啊！咪人店嘅波抓咧，摕來價價咧，摕來清補，對，做工賺累買，แล้วจะ來互你賺錢。所以白日老人大漢賺咗累了，愛搭大無錢，就要安怎做？就要教我阿爸我阿媽穿夠日無？你再無為老人啊，直直老了，直直無力，所以安怎做啊？無人採嘅衫褲，所以逐個穿咁樣，伊穿嘅嗰衫褲，在一邊為花草嗰陣壓曬食，伊無好洗啦，係咪說？伊下了一頓巴，塞下了兩三碗落去，戳嘛，但伊都無拉湯油，戳了他邊掉，他邊起來穿，所以呢個是驚嘅責任。你細漢你無，你家家對過清一個路，所以今日一老了，你人就要教伊，所以兩行了，食就要教，穿就要教。第三行大，有當時若是講阿爸阿媽，你知無有個人啊，就是少年人，伊做起一搭厝了大，了若是大啲，互你大隻厝嘅當間風氣好好，睇下人無咩大隻一搭厝，睇下人趁着累了。後生殺買一個厝，頭前房好好嘅，伊人紅某大，แล้ว叫你老阿爸甲老阿媽，你去阿媽，我互你一個房間，啥物房間？張間來，無窗啊，有一個門，內面係啥物？舊嘅破紙，破鞋破衫褲，了無聽到米粉。下面啷種啦，長頭蒜頭啷種，物件係點邊？自己做教阮個阿爸阿媽，家作先通咬厝個了。你講出來是 store room 嚟，正經嚟，你去顧咧老人大啲咧，你想有巴肚咯。所以愛看伊人大好事哦。第三行，第四行，你人細漢嘅點聲，你人捌破病無？捌咯。你把老細喎，唔係老細咧住死你上課，你幫住老細咧住死，啊，講啦住死，啊，你嘛死，你把啲那是講阿媽老咧，你冇幫人咧，你亂嘢做，你唔要起來死啊！你就死咯，破病了啊，你就鬥下手咯。阿爸破病，你就鬥過，因為伊人紅食漸漸過路，所以你就要答伊人嘅情，伊破病，你就要過伊。啊，這個是不大嘅事，你嚟好做啊，你死了你是天頂嘅人。
唔使去磕头，唔使啥物，这是武道家。所以我今日教淡薄互人听。所以今日就是安尼，各一项啊，武道有讲，伊今日离开世间，安怎咱要答伊情了？有当时你做年节，咱在是拜。特别这武道讲，有做年节，你会记甲伊，你拿一碗糉，糉杯，2糉3配，起伫倒落一个。安尼款的暗，人讲谈本报时破谈，我拿一个来，今日我阿爸做鸡，还是做切，了一个回想就听讲，哦，今日是一个伊阿爸做鸡，所以伊食了伊回想，按伊念一个经是啥讲，爱好这个功德互伊。这个是武道家，一谈这个物件，所以这个武道家呢，路人我希望路人对，所以今日路人对这个就，这个今日系这商家，系这家事，这个家事是以尊做上个包咧世人嘅包，然后他哋那边系啲车嘅事，人也去啲指向顶，然后阿未上日我念经了我夹一个。Old man 托阿伯，我今日出家，我要做穿做回向的衫，这个互我用，让我贴世人的包，一谈功德，这个人叫帮君，上话叫帮君，特别我人叫帮苏姑啦，这个功德真呀大，咱若是祖师阿爸伊无福气啊，是讲伊做唔着来去出事，佢无几无3块，这边我这里嘛随伊有3块同钱，了你烧你抓嘅咯，无影嘅。我哋咱咪讲上济啊，人会识人，听你嘛讲嘅巴西，特别这个唔爱去相信这个物件，你想看，烦恼无，叫人啊无，暗无人无，你人家都无3块啦，是咱才有。所以这个人咪讲姐姐，所以到这边为止，我咪讲姐姐。所以今日我讲，马仔我无来，马仔无等到别人来。แล้ว後節拜六嘅時，就是主要會咩咧？是冇？你計住做咩咧？佢拜六咩我來，我過來念經，念8項款嘅經，แล้ว我過聽但無經互人聽，啊，好冇？所以今日一記我教到人，按照講頭一項一記幾項。死人就死了，爱顾活人，爱顾阿嬷。就是阿嬷有阿爸通参详，他那阿嬷无半人通参详。你人个still，若是做囝，嗰啲豆个阿嬷参，无半人通参详。所以这个 ，and then 应该做事做虾米？多事回向，较好过你人要拜就你拜，特别这个拜啊，唔是讲正，这拜伊历史是安尼，伊人拜是要加时囡仔看，你看阿公无了阿嬷，佢 still 会记，了系做啥个义务安尼，这个是叫做敬儿思孝，要加敬儿孙，讲老人无了，活人佢 still 有想甲伊。所以就白日我无了，你本就要想到我安尼样。那白日你无了，我会惊想到你，一代过一代，这个叫长人的风俗。伊是真好诶，伊是讲一教一代过一代安怎行好。你看今日有人捌问了，安怎无烧头尾纸知无？有无？有人捌问哦。你头尾纸我讲听，因历史对带落来。古时登山，伊人若是未出山，伊人叫这村就要过村，了叫人过村，了要winter真正寒了伊人摕纸直烧行火要互上古纸，寒登山真寒，了人说摕来用，讲就要用卡尾纸，你若无卡尾纸了，伊行无路，安怎无路？地狱暗。安怎咱来希望讲咱阿爸落去地狱唔通，所以今日你看，到底教会上来念经，就是我念经，就是我讲经，
今日来上架水，今日你叫佢上来食，这个今日做是要做啥物啊？你可以去好嘅所在，唔通落去地嘅，是安尼样。就搞这边意思啊，家己叮当，家就有咧，有看到咩啥叫你来啊，是叫啥物？伊是叫做 dumb language、sign language， 所以有看这个物件，伊知，咱讲袂出。伊这是伊潜意识的mind有看到啥物，了要讲话，安尼sign。所以一个到了啊，福建下来有人请我的经啊，逐人要离开，有。这个就是讲我无知，但是看哪你唔使烦恼。这里干嘛我看欧美的面啊，真正青的面，伊是嘴无开无含，because it dehydrated and 伊目大了。这里欧美无去考的所在。脑子 because 伊甲了目甲了大，啊莫话讲 dehydrated 无水气了。了，伊喘气坎坷鼻腔，所以伊用嘴喘气。这个了是我知，所以你莫烦恼。actually，你看有的人一定开啊，伊的这个面真正惊的面，有些痒的面，了有的好食晒，有一个要断开的点声，热手叫伊无来，了无来，哎呀咩？我爱食这个，我爱食那个，我食，伊念过了，伊愿食物件。佢那是一啲贪食，伊要做乌龟无贪食，伊要吐丝要大食了。咱惹来的是啊，当一喙来欢喜，当一喙来讲好，各别行。这就是伊要出世吐丝食的物件，啥物物件吐丝食？乌龟食袂饱，伊这卖食无，伊这个是生，伊佫要讲话。伊要出事啊！意思啊，very good。face actually 真好，我昨晚我转去伫这边教会，所以我就甲人讲 ，actually old man 是无去考的所在。达人本是安尼，达人 ，yes， 这个。达人断开的点声，过了后，你去望的甲只心热，听到诶，达人，也听到是安尼，伊热了，啊，这个一冷了伊无热了，冷了伊就变臭了，伊就有味了，是安尼，我讲安尼啊，我39年我做老屯厝，拢总我知安尼。OK， 到这边为止啊，伊当呢，亚基纳，好度，苏吉达，汉度，亚特哟，第几拜？伊当呢，亚基纳，好度，苏吉达，汉度。Nyatayo Desapai Idang me Yatinang Hutu Sukita Hontu Nyatayo 意思是讲，今日我人伫做这个物件，甲了拢总我人保持，我人听经，我人受戒，我人礼貌甲这出家人，这个功德拢总我分互你我亲戚。了本来人讲成病，一巴瓦达，赞希希，三不当，本呀三不当，十比地瓦，十比萨达，十比布达，anu menantu，十不三，pati siddhya。Sadu, yang sadu.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 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g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Long chong bình an. Ông